收到綠色信封就知道要交稅啦。當然，交稅係公民責任，但一諗起銀行存款又少一截，個心難免會赤赤痛。咁點先可以精明交稅呢？相信大家都有聽過自願醫保同合資格延期年金計劃。佢哋除咗可以保障個人健康同埋未來退休生活之外，有咗呢對扣稅孖寶，每年去多次旅行都得啦。打工仔如果投保 X 人安盛上精彩延期年金計劃，每個年度可扣稅限額高達6萬港元，以最高薪俸稅嘅稅率17% 嚟計，最多可以扣稅10200港元。加埋 X 人安盛至尊首位醫療保障，保費最高扣除額為8000港元。同樣以最高薪俸稅嘅稅率17% 嚟計，最多可慳稅1360港元。加埋都扣到成11560港元嘅稅款㗎。呢對扣稅孖寶而家就幫你舒緩經濟壓力，長遠亦保障到你嘅退休生活。X 人安盛至尊首位醫療保障可以為受保人提供醫療保障直到100歲，將來老咗都唔使擔心醫療開支。配合埋 X 人安盛上精彩延期年金計劃，將退休儲蓄轉為每月保證收入，退咗休都可以保持現有嘅生活質素。想自己嘅錢使返喺自己身上，大家就要留意呢對扣稅孖寶啦。